张总，老板，对，我这个名字的，对，我这个的这个的这个主任，对，对，我的意思是这个，我们必须这个啊，要。老板，哦，这把那米吃啥的？对的，都是这个。当然，这是弄不弄啊？那么多，那要不说是，把那点水对不对？今吧？做到不？嗯。把这里看水了嘛的？大概了，大要嘛的，这些，八大子说，加大八说。俺这个怎么的？不是你把那说，俺这都把这里打了，那就他能什么的？他说的的，能就那少，能就那三，这我能嘛的。俺是把那跟你说，我还是那吧。俺去那个拉萨住你，这到车上住你。到。光就等不着。这样的，这到车这样的，俺饮料娘我是提的地方的。他饮料上冻的起来。我知道不？下山落去啊？有。我这啊，我呀，这波上的你都录的。啊，这不，这不明个刚子拿掉的，群主扎心是这些是的，的，你干嘛的？我这这些的，要这的，群主扎心是的他人呢知道吗的？我这大概是，就是要这个情况。俺这里开始，必须得讲个情况。啊，明着这样的，这样我这那么多上去的给呢。这是给俺这是提前的呗，相对这咱把这别，我这看，你你干嘛的？你也应该知晓。哦哟，先凶嘛。我要凶。有些大人啊，说话特别讨厌，真的。就比如说我有一个阿姨，对吧？我买了双新鞋，啊，这阿姨说，哟，你这让坐车上呗。听上了。第二还知晓了。第二你报上名这些。今年明的。热。热不？要这对的。那咱家不讲个主呗？我是把那边那个培养新了，第二的培育俺过那个。啊，准备了，我哪呢？明俺写没写的，俺可对的俺对我了。热。啊，我都拉不着准备我嘛的。他其他是拉不着等过的，打这我的嘞，打，用叫我的嘞。给门给打。咱不说生活那个事的，咱不是那些活那个东西，咱们上门的。皮装生皮的那么事的，皮装些对了门皮讲嘛的，我做给那个嘛的。你那给他爸爸你个皮的，你给他什么年数啊？你那给他爸爸你个皮的。